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嘅节目。今日大家咧小解係一東從繞口咧東定一下有東特別嘅藝術品，呢張藝術品咧為你嘅國家咯，哇得到東多嘅獎，就等於講係為國家咧進貢嗬。你係乜嘅藝術品，又係乜嘅裏邊咧？大家來分享你今嘅裏邊，其實係類似西部嘅藝術工作設計，來年温師傅分享。大家好，我係賴彥文，很高興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我的經驗。耶，歡迎老師，今天很開心做的有許多欣賞來到亞片哈。一開始嘅時間同大家來講嘅就係講，哇，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輕特別嘅藝術品。可是我還沒有跟大家講這個藝術品係乜嘢做嘅。基本一個藝術品就係糖做的。對，就這個是你得獎的作品，對不對？對，算學生比賽的得獎作品。對，然後它的名稱叫做其實那時候叫榮耀飛門。榮耀飛門，對，太卡看一個就清楚，它看起來就是有一個龍盤旋在一個好像柱子上面，對。對。然後這個作品就是之前得獎的作品。對。好，跟大家講一下，其實你在作品其實也蠻該走，它是糖做的，所以我們常說果雕啊，什麼雕，這個算是什麼東西？它專有名詞。它專有名詞其實它就是其實我們都叫拉糖，對，但拉糖它比較特別，會跟其實講到拉糖，人都會想到糖蔥。糖蔥，大家說，這個糖蔥是用拉的，對。其實當中有這個環節啦，也是有拉過這樣子，是，讓它塑形，讓它溫度慢慢下降。但是我們這個比較特別，就是我們要慢慢捏，慢慢組合在一起這樣子。因為講起才會，大白你講到拉糖，線上有講到拉糖，大家一個直觀想都會是，你去逛夜市，哪些很多去逛一些老街的時候，會有那種師傅都在現場煮糖，把糖煮溶之後會化糖，然後我們就會拿着一支，有沒有？對。然後就覺得這個形狀很可愛，還會舔一舔。對。跟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完全不同。可是感覺上，所以這個糖也是要煮過。對，要煮過，但是這個它要特別的地方在，因為我們的糖溫很高。煮完糖以後，讓它冷卻，讓它硬化，再用燈加熱，讓它可以在手可以捏的動作。所以在前期，像第一次來上課的學生，在捏手都會起水泡，因為手受不了那個溫度。對，所以它是有溫度性的。是，你看啊，做埋 L 門呢，因為線上有講到，基本是捏它去塑形。我們等一下來好好問一下技術嘅問題，先講一下。所以這就是老師今天帶來的拉糖的作品。老師本來還要帶一個康乃馨，對不對？對。康乃馨也是線上得獎的作品。康乃馨沒有，那就是有時候就學生手做，像母親節要到了，我們就會做康乃馨一朵一朵，可以，比如說要送誰，送爸爸媽媽，這樣子都可以，這樣子。好，今日呢啲嘅鄉親要嚟小解好，啲台線上台師傅嘅作品其實係從安樣嘅拉糖的作品吼，大家都有看到相片咪，就會看到嘅康乃馨有冇凍醬嘅發咪係用通走出來嘅。那你有楊志謙哦，還喺母親上，我還問老師說，老師，所以這個是可以這樣去舔它，就會甜甜的，是不是？就是甜的這樣子。對，然後老師說，如果你把它當糖果吃，你每天都可以吃一點，可以吃一點，可以吃一輩子，可以存家，可以傳到下一代。哦，你係你今日講嘅藝術品，其實佢比大家想嘅很好困難哦。不過咧，線上面帶來很多嘅藝術品，其實對老師的這個真的很好奇。我已經看老師這個樣子，對，很難想象哈，這個老師是一個。就是這個手這麼的巧，然後做出這種拉糖這個作品哦。其實老師是一個斜槓人生，老師講一下，其實老師是一個算蠻特別，因為我本身是廚師，是，對，後來然後其實我是因為興趣，後來就自學果雕，後來就慢慢到拉糖，後來面塑，然後這幾年哈就又慢慢又回去。在炒菜了，這樣子，所以我做吃的也是快30年了。所以線上你還要開串燙嗎？對。哇塞，所以線上你還串燙改挑嘎，可是餐廳自己煮嘛，你親自？我都自己親自煮，對。哇，我覺得這很重要哎，有時候那個串燙改生力好啊不好，就看那個師傅。對。有時候一家串燙換師傅，真的那個客人就會改變。客人會很敏感，一次就知道了，對不對？好，所以其實台尬講開串燙其實很辛苦，對，因為你自己要掌握的事情非常多，你還要採買。還有人事，還有就是客人，最重要自己炒，對不對？掌握那個品質，因為客人就會很習慣，要吃我們炒菜。好，所以你看到大家咧講
讲，师傅可以考一个安用，你知道，你其实给台师傅一开始做广东菜，对，然后现在很多菜也都做了，对，客家料理也走，好，我们可能去走走师傅，最尾去还走果雕，哈，用水果去雕起，哦，大家都对该当有兴趣，最尾呢，因为佢嘅兴趣，所以佢开始对通，好，去走出赖通，你讲安用嘅艺术片，好，所以这就是。当时，可是为什么有这个起心动念呢？因为其实当初的果雕就是我们要放在盘子上面，跟菜搭配嘛，才好看嘛，对不对？对。后来那时候有个想法，就是有这种拉糖这种东西，那时候台湾其实不多，也没有什么流行过，但是会想说，拉糖我们做一做，可以放在跟盘丝一起摆，而且可以当器具。啊，如果说我做一个凉菜啊，比如说我做个和风沙拉，我下面是用糖做的，我糖也可以吃掉。而且我们这个糖它算特殊糖，它的甜度只有普通砂糖的1半甜而已，所以它不是真的很甜，可以做搭配，可以当器皿，也可以做艺术品。是，但是就不小心越做越大，就变到这样子。可是来躺西藏懂，我心里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其实老师一开始的时候，没黑熊公如何去研发，如何去创新，最重要的事情是很让你走改出来 get 哈，就是帮你跟你的做，应该从器皿也好，然后做一个装饰也好，你就是在想说怎么样让该洞悉吼吸自它看起来也很像艺术品，因为色香味嘛，我现在看到好吃，其实食欲就来了。然后做着就变这样了，对。然后所以现在也开班授课是吗？在学校当老师。我现在这学期比较没教课了，因为我这学期要开餐厅。像我之前我在6、7个大学都是当固定的助理教授、兼任老师这样子。学生看到你会不会觉得？算很开心，他们很开心，因为我们算是业师啊，算业师。对，后来业师。后来去学校教课，我们的谈话方式会跟普通的老师会比较不一样。对，我们会比较不会那么拘束。爱弟，因为基本嘅理解欣赏吼，来到人旁一路都会时间，服务机是讲很爱看起来很冇强，大家上很容易看得不像，对，就是，而且还穿着信上工作室的制服，对不对？对，这个制服很好看所以是你们特别定做的，我的制服都蛮有型的。我们走出去国外，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我带团队出去，大家一看就知道了。真的？为什么？因为领子的提缝，要不因为在谁改国旗，后来背后有我们的 logo， 我们背后还有我们工作室的 logo。所以你们出去，你的学生带队的学生全部都穿这样子。对，都穿这样子。后来在国外，大家也蛮知道我在台湾这样子的，所以出去就算。可造型有老师这么的时尚、unique and fashion and 好款吗？还好啦，还好是不是？喏，其實講到呢一片，你來講，你一時老師線上嘅背景哈，我們講時才講到呢一賴通呢一東西，其實它非常考驗你的煮糖的功夫。煮糖對，蠻功夫。對，因為它這個煮糖其實就高溫度，但是在捏塑的時候，就像剛剛我說，這個東西一碰就斷了。對，因為我們有時候做一做，比如說我把它裝上去，它掉下來就從啪啪啪就往下面掉下來，就全部都沒了。是從頭開始，對，又要重新開始，因為你沒辦法接補回去，沒辦法接補。它沒有辦法，它就像玻璃一樣。我懂了，你的意思像這些鬚什麼，它就是一體成型，你不可能說來再做一個鬚，然後再去把它接起來。對。對。可是老師，我說真心的，我看到你這個龍，來可能兩條龍就是那個像白白的一片一片的，我覺得很像以前我們那個，你知道那個廟宇上面的那個桃，對，很像那種剪黏的那種功夫，對，因為拉糖它有個特性因為我們有3種特性，一個是金屬，一個是琉璃，還有一種是那個什麼陶瓷，對，我們這種手法是用陶瓷手法，它看起來不會透明，但是我們有到琉璃就像玻璃一樣，做出來就像玻璃一模一樣，這麼透，對，它很透明，但是我們做玻璃的藝術，它是沒辦法捏到那麼細，因為他們是用夾子夾。用吹的這樣子，不會像我們用手這樣慢慢捏、慢慢拉這樣子。因為來剛才講到像廟宇當口的剪黏，它其實是它就是真的就像信上工，它一塊一塊剪成那個形狀去接起來，然後很多東西也是一體成型。所以信上你要通，是像大家講的，其實要通以煮軟，把糖煮熱、煮軟，然後手去捏慢慢捏出來那個形狀，然後一體成型。所以很多像那個龍的頭啊、牙齒、鬚都是一體成型，所以沒有辦法修復這樣。它是撞到就掉，但是我們沒辦法再修復，會有痕跡斷掉痕跡啊，所以你係做埋線上講起來，學生係講做一些很多手都是起水泡。第一天上課都會起水泡。哇，對，好辛苦哦。咁到線上其實還要塗
好像去出国去比赛。其实老师，你还有带学生去韩国比赛？对，我去蛮多国家，去了30-40个国家了。对，这么多？对，因为有时候一年可能会，比如说像去马来西亚去个10几趟、20趟，哦，还要去大陆，也要去去新加坡、泰国。还有越南啊，有时候菲律宾、印尼也会去。对，很多这样的亚洲国家，有去到美洲或欧洲吗？我们有去到德国啊，还有西班牙。哇哦，对。其实吼，线上咧去土鸡嘅好像出国比赛，没有动精彩嘅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讲。今日當翻伊就繞場到來信上，來到節目地圖吼，呢個信上呢，其實係一個台視府做視府30年有咧，有咧吼，然後底下咧因為興趣嘅關係咧，它結合了不管是果雕，然後一些器皿的設計，讓業垂結哈，沒有想到發展出拉糖的興趣，然後。做着就變成有一個工作室，對不對？教室，對，有個教室，然後又幾個好上，然後在學校上課，然後作品還可以出國比賽，為國爭光。再一次掌聲鼓勵，我自己覺得很棒。咁我嚟講到咧，吼，你上場節目講到線上嚟，老大家咧分享去圖學生去韓國比賽嘅精彩嘅故事哦。因為線上有講到山西有去到東東嘅國家，那剛剛你了好多亞洲國家，然後有去過德國，然後有去到西班牙，對。我聽說去德國比賽那個有一個很刺激的故事，是嗎？德國那個是對不起，那個韓國那是因為學生去比賽，但是那一場我是沒去的。但是那場很特別，就是他的作品到了機場以後，後來就可能就是因為他們現場的機務人員在過程中把東西拿下來，但是他是很大力的放下來，然後就碎了，就掉下來了。等一下，那個作品是一個鳳凰，對，然後它都斷掉很多，所以比賽是會在台灣先做一個，就是直接坐飛機帶過去，完整的作品拿去那邊這樣子，哦，這樣子會比較快速啦。是啊，就是比如說學生一個機位啊，作品一個機位，就帶過去這樣。哦，所以要幫作品買一個機位，對，所以作品必須隨身。對，但是帶呢，那邊都順條改座位這樣子，哇哦，你看到胸片是一個好漂亮的那個，還有顏色的那個鳳凰，對，所以然後就這樣子，然後就很多都斷掉了，對。那學生不是當場就哭了，後來我就早上，因為他早上5點多在機場，我就接到電話了，我就。因為那個作品是透明，而且外面看得到裡面。對，看得到就是一個亞克力箱這樣子。是。後來我就馬上就從中壢開去機場，看要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但是飛機票訂下去都沒辦法處理。對。後來就因為這件事情就搞了很久啊，班機也延誤了。後來然後學生也是一直哭，哭得要死要活的。因為就是這組作品，它真的你沒辦法修復的話，就沒辦法比賽了。後來我覺得現場比較焦慮的是那個機組人員吧。對，看到航警人員其實因為這次的事情，他們對我們帶選手出國比賽這類選手好很多。我們可以走另外的 X 光機。哇，聽了好感動。也就是說，他們知道這件事情的要很仔細。對，經過這一次事件過後。其實有很多台灣出國比賽的選手，不管是翻檔、拉檔什麼的選手，他們接收到了一個算比較好一點的待遇，就是他可以讓他很完整的讓自己去提過 X 光機這樣子，就算有改進了啦，沒有那麼隨便這樣。原來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對。然後呢，老師現在好緊張，人家故事講到一半，很像在聽那個精彩故事，所以然後後來怎麼辦？後來就是班機延誤啦，delay 到了嘛。那台灣這邊比如說航警這還不說，就是他東西提到韓國的旅館以後，那我就打電話視訊了。我說這個東西要怎麼修，這個東西要怎麼修，然後呢，還有選手也有帶機器帶多餘的糖，他就在現場在旅館修補，修補完畢以後，然後隔天比賽有拿到金牌這樣子，對。這個是再一次的掌聲鼓勵。可老師，我可不可以說，就算沒有這個修補的過程，也會是金牌？因為他的作品就長成那個樣子，只是沒有想到，出國比賽嘅時間，和拄到作品，拄好團體啦，拄好難體嘅清口。對，主要是因為拉糖它斷掉修復會比較困難，因為我們在進去比賽的時候，評審會看，你這個東西斷掉，你把它貼回去，怎麼樣？他們其實會看得很仔細，這樣子。
对，所以说可以拿到也算运气好了，算运气好。老师谦虚了啦，应该是那个作品让他们觉得很惊为天人，就会比较特别，比较特别。因为非常的细腻，而且也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跟我们自己的精髓在里面，因为那是我们的图腾嘛。对哦，所以其实用恭喜嘞。学生回来是非常的开心，可是代表那个视讯修复的这个过程也做得很仔细，才有办法让。因为我也很紧张，没有碰过这件事情。对，不过因为安永介故事啊，没想到最尾变到你介季聪然后他撒下来对那个出国来比赛介的学生，其实也非常介。怎么有一个比较？我觉得不是说比较好，我觉得比较专业的看待，对不对？因为那个作品不是像一个一般的行李箱，你可以恣意的这样子。而且一个作品我们都要可能用1个月来做，来这样子，那一瞬间就是一个不小心就心血就毁掉了。对，而且出国要机票啊，都要花一些蛮多的花费。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出国比赛是没有什么奖金的，它都是自己争取自己的荣誉，去做这些事情。真的，对。其实杜富喜类大家节目有少改动到安永改作品，没有动到出国比赛，那都动好改心机真是係講冇透過安永改訪問去了解，其實你講推翻其實有非常多原因，是默默的在這個角落裡面付出。他們其實他們只是為了爭取自己的榮耀，並不是說人家一定會看得到，有太多人家是看不到的。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原来台湾有这么多人做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有很多。对，然后他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好，你台架子地大把一些盘奏也是些没有果雕，可能会有一些拉糖，可是大家没有想到它可以是这么的精致的工艺，这么精致的艺术。我来根本好不容易啦，绕墙头线上那都节目地图，你看因为大家风吹条落有冇？想讲带风吹条落，就是要考验老师现场果雕，对不对？老师，你要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果雕是吗？简单的果雕，对。等一下就是，我就萝卜嘛，萝卜我们就是用刀具就快速的，可能就几分钟，我就刻一个小鸟就好。老师，你要小心，你不要受伤。我也没关系，我的手蛮常受伤的。所以老师今天要帮我们刻个鸟好了哈，刻个鸟，快一点。我现在就开始，因为我这边的刀具就是雕刻刀，还有一些快速的工具啦，这样子。那我们刀子就我现在你可以边采访我就边讲。可是信上，你要注意安全哦。你看，这就是像我这种不专业的摸钻呀感情，就会一直觉得哇，拿个刀开始削，让我觉得非常的紧张。可是对于线上来讲，可能因为你讲动简单，所以你看，老师一般来说啊，像你大白鱼都穿烫去朋友时间，你会很容易看到像风吹台湾有东西，它就会做一个动物的形状。我还看过小兔子都有很多对，因为其实这个。因为萝卜来说算是低成本，它成本低，一根萝卜可能才几块钱而已，而且台湾的萝卜很好吃，很甜，所以也算方便了，在取得上面是一个很方便的感觉。而且对我来讲啊，黑狗像安用盖果雕，如果老师不管是刻成小白兔或者是小鸟，它其实除了老师你真的要小心，我好紧张。不会的，不会。对，然后可能是我自己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好想要把那个小白兔或是那个小鸟拿去煮，因为我就觉得就会有一个可以吃的小白兔跟小鸟。因为像果雕的话，其实像我们在餐厅，其实蛮多客人比如说我们有果雕在盘子上面，有蛮多客人会把它带走。对，不然就是拿来玩。后来就玩坏掉这样子。其实有时候，像这种东西其实基本上啦，果雕就是一个装饰品，它也不会让你就是没办法吃它了，也是没办法吃它。后来常常这些东西就会因为人为因素了让它寿命减短蛮多的。对啊，因为其实果雕我们都会重复使用。都会一直重复使用。老师今天讲到重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雕了一个很可爱的动物，我们是可以重复使用。对。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如果以后我们在餐桌上看到安永改东西，我们其实要好好的保存它。对，因为现在我们去欣赏它，欣赏它就好了。对。就照个相嘛，对，打个卡，这样子感觉就很好了。如果欣赏看你俩行那都改系风吹条，其实还有动改钩子没走那种，是不是还可以？像我看电影的时候看过冬瓜。冬瓜可以。像我们冬瓜基本上都是刻字啊，或者说刻龙啊、龙珠啊、凤珠这样子，对。因为它很大，然后它外面那个皮厚厚的。对。我看到大家会挑出一些刻出一道像很龙啊、凤啊那种东西。对。像台湾比较特别，台湾有个庙宇文化，就是神明生日。
后来他们会请我们磕冬瓜、磕西瓜、磕字啊，里面有灯这样子。还有灯。对，会有字在上面。细挂，刚才信上有讲细挂没走的。对，冬瓜、彩头、细挂。老师还有什么你觉得最特别、我们很少见的水果是可以磕的？水果不是水果，就是说可以磕的材料这样子。蔬果其实像你看我讲了风彩头嘛，白萝卜当然嘛，小黄瓜可以，木瓜其实只要可以呈现出来都可以。木瓜也有人磕木瓜也可以，对，木瓜也可以，对。哇哦！因为这种东西其实见仁见智，取决于在磕的人手上。是，而且我觉得西瓜磕出来也好漂亮。对，因为西瓜有渐层，对，渐层有3个颜色。对，因为里面红红的，地不风风，萝卜呛呛，所以可以卡出来非常改酱，会不一样。哇，上该冬瓜然后细瓜然后是种性上工那个磕出来真的完全舍不得去破坏它。对。要不是因为西瓜也会坏掉，真希望它可以摆很久。对，因为有时候其实就因为西瓜，其实西瓜跟冬瓜的保存期限都没有那么的长，对，可能就几天这样子。是，它不会像我们这个蔬菜啊，我们可以放一点明矾粉在水里面因为明矾是杀菌杀菌的话，那我们泡在水里面，那它就可以保存在1-2个礼拜。是，线上那我问一下，我真的好怕打扰老师因为线上在雕 K 有没问一下像我们最近在做雕刻比赛，像这个果雕也有比赛嘛？对，有比赛。有没有什么很重要注意的大关键？其实就是在于平常练习，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有分动态跟静态。动态化就是像我这样现场在做，比如说我有限时。但是他们比赛没有我在旁边干扰，现在是有人在干扰老师。对他们有限时，对，有限时这样子。后来在国内比赛其实蛮多的啦，但是现在因为就是疫情嘛，最近有比较好一点点的比赛就比较多一点点，像前面这几年都也没什么比赛这样子，后来就会差蛮多的啦。是，对啊。其实台大孔性上爱用吊 K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端倪？其实我已经开始看到那个是小鸟的嘴巴跟头了，对不对？形状慢慢出来。所以我们是不是再给信上一点点时间？我们是不是先进一下广告，然后等一下回来看看老师的成品，是吗？可以，走对。其实已经接近很完成了，所以信上不给咋个30秒的时间，你先公告一下，等下看转来看信上到底掉出乜嘅东西。好。线上嘅作品完成咧，俩系在用风吹头咧雕出来嘅雕儿一只鸟，对不对？对。而且线上咧用非常夹嘅时间咻，公告一下是一直走出来的。老师，其实这个真的很舍不得去破坏它，对不对啊？还好当装饰品就装饰品。思想性上讲的黑工航班，你都太介意湿破的时间。如果说你在那个餐盘上面，有可能按用来吊 K 要好好的维护它，对不对哈？因为性上工它还是很珍贵的，而且重要是可以重复使用。好，其实哇，老师真的好棒，而且性上给你讲，因为今天时间比较赶一点点，老师就说没有关系啊，就是好 get 掉哈，就先随便就刻一只。雕儿安用你好，所以可以想象，老师如果细雕的话，像老师用公狗冬瓜，对不对？一冬瓜雕里面还可以放灯，还有推头门信上，我说哇，平常这样子雕，可以一注安用改冬瓜有几多钱？信上一般来说也是要差不多5000、6000，就5、6千、7、8千到1万多都有。1万多哈，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冬瓜雕刻哈，大家什么？因为其实有非常改诚意，非常改荣幸哈，其实是一只动难改技术去走俩件事情哈，所以。今天那个俩钓儿老师就要送给我们了，是不是？对。好，这叫做免费赠送，好不好？加菜啊，加菜加眼睛的菜啊，杨明哈。不过嘞，来到聊团节目嘞哈，一般来到聊不来宾，我们都要进行快问快答，就又会夹讲。老师。佢嘅經驗非常嘅豐富，佢上課咁個完全唔知基本嘅要兩台咧，要唔係對啊，我嚇到了。咁個其實題目非常嘅簡單，所以線上做唔得上長久，談到嘅家落去回答是好咧，都很簡單啦，然後吊 K 冇關係。好，第一題，以拉糖來說，好，你起到哪個作品最像你？因为你这么多作品，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作品是最像你的？最像我的，像你，又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跟哪个作品是很像的？
像西瓜，有时候我会特别雕西瓜，我的肖像。对。哦，真的、哦。但是它只是一个图面平面。是。对，肖像。那你老师好可爱哦！你看他真的有。真的有自己做过，你看套出一个小秘密哦，你剪辑有用西瓜也雕开一个好像像自己的样子，对。那有没有觉得什么样的作品个性跟你比较像？作品个性哦，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算是创作者，对，基本上都是我们想要创作什么，就是我们想要什么东西。了解，懂我意思，就是类似就个性这样子。大概第一种性上带出了该利用这么的繁复，这么的细腻，可是也是老师的个性的诠释哈。好哦，老师要问一下哈，如果啊。你还可以从事其他职业的话，你还想做什么？其实我这辈子都是我从小到大都在餐厅长大的，所以我这辈子还是这样子，下辈子还是想要这样子。很感人，因为就是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是，对，生活的一部分，对，生活，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您讲就是说，大白你讲走谁世界来走铁路的世界非常的辛苦。如果有一个比较八股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兴趣可以跟你的职业结合，那就是你的生命当中动快乐，有动幸福嘅事情。所以你看，每啲讲小孩做嘛该尽量去讲去喊去做，小孩做，然后串汤有关系。所以老师，你真的是有。你有那个魂呢，你就是这叫做什么？就是厨师魂，然后跟食物有关的艺术创作的，完全是在里面。对啊，太棒了哈！来，再问一下，这个最讨厌吃的蔬菜或水果是什么？萝卜。你最讨厌吃萝卜？苦瓜，我不吃瓜，我不吃葱姜蒜，不吃。瓜类，后来什么茄子我都不吃，完全不吃。你看看这像话吗？从一个大厨师的嘴毒狗，所以不吃葱姜蒜。可是我们做不管是做的华人料理，葱姜蒜是很重要的角色。我真的完全不是，我连那个蒜头细细的，我可以一块块挑出来，我咬不下去。可是你自己做菜有用那些东西来调味吼？调味我可以，但是我自己吃没办法。我懂，我的意思是你知道那个调味的感觉。对，我知道那个味道。对。好特别哦，就算蛮怪癖的。然后你不吃苦瓜，你知道苦瓜大家聊下脑不会卖，对啊，他嘎串烫的苦瓜，咸蛋苦瓜，对，然后瓜类都不吃，茄子你也不吃，也不吃，小黄瓜我更害怕，闻到味道就受不了了。我等一下我要请继父回信上改串烫的去跑一下，你做了30年的大师傅，好特别，好，你包包里面有没有什么一定要随身携带的？我是刀具这样子吧，就会放一把刀啦，但是最近比较少放，因为上次有一次我把果雕刀放在太危险了。对，那时候我是背胸包，后来果雕刀有一把就盖子掉了，我手也那时候好像去学校上课嘛，就手一放下去就被插进去了。后来我都不知道被刀子划，因为我们刀很利。后来我只知道那是下冬天，衣服整件破掉，后来血一直啪啦啪啦就冰冰的，我才知道被刀子划到流血。后来最近我背胸包都不会带刀子出门，因为那一次真的蛮深的，都不知道。等一下，这个很危险哎，因为大家还以为你身带一个凶器，对不对？对，其实殊不知你就不是啦，因为我果雕师傅。对，像我上次过海关的时候，包包都会放一只果雕刀。这不行啦，那就忘记了。结果嘞？结果就被没收了。我们刀蛮贵的。你有跟他解释说你是好有趣。我们是做果雕师，不是开修车厂会吊扳手、吊楼来绑下来那种。我还想说这一题老师会回答我什么，比如说什么护身符啊什么，就没有想到你真的是带包包，是不是？好，太有趣了。来，有没有平常最喜欢收集什么东西？平常收集，其实我没有任何的癖好，我的癖好就是睡觉而已，也没有说喜欢收集什么东西这样子。对，对，就是简单生活。对。其实为什么会有快问快答？快问快答是我们动总以来一直带年，因为总是走一走。快问快答里面地图那个来宾一些很有趣的小点哈，追妹节目哈，你俩顺条还有一个好有趣的东西，灌贡什么？对，面塑，对，这是你自己做，对，这是用面粉，对，这个作品花了多久的时间？大概也是。十几天要慢慢来。好，然后染色颜色冲补漆上。这个东西都是我们直接，比如说脸是红色的，我们就直接捏上去就对了。我们没有特别画颜色，补颜色上去。可是你看人家灌贡的脸，它包括它的这个骨头，对不对？然后那个面部的线条，都是老师你这样子慢慢去雕塑的。其实做关公比较简单。
哦，你做女孩子或者是菩萨类，她脸部没有什么线条、肌肉线条，其实那个更难。对，因为你要对称。因为台大一般都被讲哇，你可能个身段，然后它上腹有没有很多那些像它有一些战袍，该揉该吊，台大不求动难，其实现在求很难的是脸部。对，因为脸的那个神情最重要。对。其实，在做一个作品，其实在一个东西细腻度才是重点，每个它有个细腻度的环节，是把那个环节做到以后，其实就漂亮了。所以信上可能在做果雕，然后我们今天见识到的拉糖，对吗？其实有可能信上有面粉走改面塑，对不对？非常的细腻哈，很有趣。听说还有客制化产品是吗？什么黄蜂女蚁人都有做过。那上次那个啦，漫威系列的，就是华德迪士尼他们的黄蜂女跟那个蚁人跟黄蜂女的首映会是我做的，后来就男女主角在现场啊，这样子。后来我就做一个101大楼这样子，对。老师一直想要帮你鼓掌哎，对不对？从佛母一块起抖量，一直想帮老师鼓掌，老师真的好棒哦。这个等于是你看，我们从自己华人的这种你看像这种，就是我们很华文化的这种作品，然后到那个欧美的作品，好，那节目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一定要问一个问题，老师有没有学生给你什么样的回馈让你印象深刻？学生给我，其实我的学生都对我很好，其实他们都把我们当作是真的很好，就是自己的师傅，因为我也从来不徇私，也从来不偷吃布啊，不教他什么东西。其实每个学生都对我超好的。哇，你说特别回馈，其实真的。像生日啊，他们都一定会到啊，几个徒弟他们都会到，就是果雕拉糖的学生，后来他们都会到送礼物啊，怎么样，其实都蛮感心的。是，对，教那么多年来，对，很感心。今日其实东方宇宙咧绕墙头欣赏呢度节目地图了，大家咧分享欣赏按多个作品吼。其实咧本大家来了解去读推翻有一群人，其实系点都来付出，做按多个东西吼，带来动好个心情。感谢欣赏今日咧度两片，老师下次如果有新的作品再来跟我们分享，那大家咧分享是不欣赏。有机会再讲去欣赏个传统的新东西。好，你个乡亲朋友，今日节目是到俩，听下来咧，你来做人同了。好看福喜来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记得去到你个免书咧听站哦，还有听热客家电视嘅 YouTube 频道，也记得老俩嘅影片分享出去哦。